对我而言，那3天的马里古拉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也觉得，在事前的准备工作以及事后的讨论以及收尾的工作也相当重要。就SLOT而言，在事前的准备工作当中呢，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传统的技能，以及阿美族的社会如何去看待宜性的这个价值观还有知识，以及我们可以跟其他的SLOT去学习、去沟通，要怎么去举办宜性这样的活动。我觉得这些东西的学习，只有在1天的假期当中是学习不了的，我们是没有办法学习到这些东西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今天我们的宜性的假期如果能够超过1天，例如说可能它有3天或是1个礼拜，我觉得那就可以让我们的青年回到部落，去在部落的这样的氛围当中，部落的历史这样部落的脉络这样的文化的这样子情境当中去学习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自己的知识，以及跟其他的部落族人互动。我觉得这样才是好的，这样反而又可以凝聚部落整体的这样的向心力，也可以让青年能够学习到一个SLOT它该怎么运作，一个宜性它该做哪些事情，不只有在马里古拉的时候唱歌跳舞，我觉得这是更重要。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我们的岁时祭的假期能够从1天变到3天，甚至是5天、1个礼拜，我觉得那是非常有助于部落的文化的传承，同时也可以让部落的老人家更多认识我们新一代年轻人，也可以让部落能够在一件事情上面有更多的互动，去凝聚部落整体的向心力。我觉得1天其实很短啊，就跟那些观光客没什么两样。参与事前的工作，真的可以把你自己放在这个部落的脉络里面，展现出我是身为这个部落的一份